香港嘅 fans 亦都非常之掛住你啦。咁好想知道你幾時再有新作品推出？有啊，喺我上年拍咗個劇，咁明年應該會上㗎啦。但係香港就真係唔知，應該喺國內上先 ，and then 就台灣個劇叫做蘭陵王。透露下講啲乜嘢咁樣？哦，蘭陵王咧，其實係古代南北時期咧嘅一個所謂嘅靚仔嘅戰士，但係我唔係做蘭陵王，我係做佢嘅對頭一個嗰陣時咧嘅周國嘅皇帝啊，咁係我做。嗰個王者風範會唔會喺裏面都見到你嘅？狠啲咯，因為呢個係一個有點講咧，有挑戰性嘅角色。都有挑戰性嘅角色。第一次做皇帝啦，咁變咗我咩事都係我話晒事啊，咁所以就睇落去冇情講啲啊，狠啲，惡死能登咁樣，因為喐唔喐個五馬分屍㗎，係啊。咁真係驚。唔係，其實都我覺得發泄得幾開心。咁希望。咁啊，第一次同林 Eason 合作，同埋馮紹峰。我哋都期待見到你哋嘅火花啊！係 ，thank you 你。唔該曬你。